来看宜兰哦，有一个警察，这个月初5中秋连假的时，骑警用的奥多麦，伫191县道甲美公路的路口，险啊去互一台蛇头的游览车弄到。警方是表示讲，这台游览车是违规蛇头，上济是罚款1,800块。中秋连假期间，宜兰一个女警骑机车要执行高雄在管制勤务，经过公路边仔车队191县道的时阵，为回转道出来游览车向向出现，差点就弄到女警骑机车。民众看到了后，将行车记录器画面铺网络，讲差点发生死亡事故。经查该回转道明确设有停车再开标志，并会设停止线，车辆驾驶人欲回转时，应先停车观察。停让191线道车辆优先直行。警方表示，这回转道设有停车过塞的标志，也为停止线，赛车人应先停车观察，停向191县道车先直行。因为安全时阵才过塞，游览车驾驶涉嫌违反道交条例，应罚900以上1,800以下，会通知游览车驾驶到案说明。191县道伫公路下边车流量大，规条县道要回转道发乱经过回转道，暗晡附近的人讲，这回转道无护志，常常发生车祸，已经向公部门反映真侪摆，爱增加护志。这个路口我们已经反映跟警察、县警局也都反映过了。这里说请他们说弄个红绿灯还是什么？警方表示，回转道无算路口别设车阳灯，当地已经有停车过塞的号志，也是呼吁驾驶人经过回转道的时阵，应该爱按照标志标线来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